凌晨3點你醒咗，唔係因為尿急，唔係因為口渴，係因為你聽到隔離房嗰個你10月懷胎生嘅，你供佢讀到大學，你幫佢俾首期嘅人喺夢兒裏面講咗一句你聽唔清楚嘅説話。你想飲杯水，但你唔敢起身，你怕行路聲嘈醒佢，你怕開雪櫃門嘅咔一聲會打擾到佢哋，你更加怕佢哋聽日返工嗰陣塊面有嗰種你又搞震嘅嫌棄。你淨係可以慢慢轉身，將對腳放落床邊，然後用腳板底摸索拖鞋嘅位置。你唔敢開燈，因為床頭燈嘅光線會穿過門罅射入走廊，然後你就會聽到隔離房傳嚟一聲好輕嘅嘆息。嗰聲嘆息比鬧你仲難受。你坐喺床邊，雙腳掂住凍冰冰嘅地板，你突然諗起後生嗰陣，你半夜起身去廁所係大搖大擺嘅，係連門都唔使閂嘅，因為嗰陣成間屋都係你嘅地盤。而家呢，你連咳一聲都要就住，怕嘈醒人，怕俾人話咁夜仲唔瞓。你望住天花板，數住上面嗰啲裂紋，1條、2條、3條，你數到第17條嗰陣，你突然發現呢啲裂紋嘅形狀好似你細個喺鄉下舊屋睇到嗰啲瓦頂嘅痕跡。你記得嗰陣你阿媽仲喺度，你半夜醒咗，阿媽會攞一杯暖水俾你，會摸下你額頭，會問你係咪發惡夢。而家呢，你隔離房嗰個人，你10月懷胎生嘅，你連叫佢幫你斟杯水嘅勇氣都冇。你怕佢聽朝返工遲到，你怕佢黑面，你怕佢同你講，阿媽，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半夜搞震？即使佢冇講出口，你已經喺佢眼神入面讀到。你望住天花板，你問自己，呢間你曾經以為係最後歸宿嘅屋，其實從來都唔係你嘅。你只係一個客，一個要睇人面色，要就人時間，連飲啖水都要小心翼翼嘅高級租客。而呢種租約仲要係用你成世嘅積蓄同埋尊嚴嚟簽嘅。如果你覺得我講得誇張，咁你不如諗下另一個畫面，另一間房，另一張床，嗰間號稱5星級專業護理、環境清幽嘅安老院。你望住嗰個純白色嘅天花板，同樣係凌晨3點，你唔敢叫護士，因為你知佢哋喺走廊盡頭啪一聲閂埋咗道門之後，就唔會再理你。你聽到隔離床嗰個老人家嘅喘氣聲，佢叫陳伯，上晝仲同你講過話佢個仔聽日會嚟探佢。你聞到空氣中嗰陣洗唔走嘅尿味同消毒藥水味，你嘗試轉身，但床欄卡住你唔夠力，因為呢張床係專為防跌設計，佢唔係為你方便，係為咗護士方便。你發現你嘅人生由你踏入呢度嘅第一日開始，就已經俾人收咗解釋權。你幾時食藥，幾時沖涼，幾時可以見人，幾時要熄燈，全部由人話事。你唔係一個人，你係一個編號。你嘅名牌上面寫嘅唔係你個名，而係一個縮寫加4個數字。你望住嗰4個數字，你突然諗起你後生嗰陣喺工廠做嘢，你嘅工號都係4個數字。你以為退休就甩咗嗰個數字，點知到頭嚟又有一個新數字，跟住你呢種感覺叫做被管理，叫做被安排，叫做你已經唔再係一個完整嘅人。呢個就係香港社會或者話成個華人社會最中意販賣嘅2個養老神話，一個叫養兒防老，一個叫安老院係最好嘅歸宿。呢2個神話
由你後生嗰陣就開始灌輸俾你。你阿媽同你講，生個仔老咗有個依靠，你同事同你講，第日揾間靚嘅老人院好過喺屋企悶死。你信足幾十年，你以為自己儲落嘅係保障，點知儲落嘅只係兩個更大嘅陷阱。今日我唔係嚟同你講溫馨嘢嘅，我係嚟同你拆穿呢兩個最大嘅謊言。我係嚟話你知，老咗最好嘅歸宿唔係仔女屋企，唔係安老院，而係一個你由後生嗰陣就忽略咗嘅地方。你嘅主權，你嘅主權唔係一間屋，唔係一張床，而係一個你永遠唔使申請、唔使交租、唔使睇人面色嘅地盤。呢個地盤你可以由今日開始一手一腳起返出嚟。如果你唔想人生嘅最後20-30年活成一個高級乞衣或者有尊嚴嘅囚犯，最好你而家就坐定定，聽我講完佢。你如果覺得呢番説話啱聽，你覺得呢個世界仲需要多啲人清醒，你最好而家就供個訂閱制，因為跟住落嚟嘅嘢會越嚟越唔啱聽，但會越嚟越真。我唔會同你講阿媽係女人嘅道理，我淨係會同你講，你點樣可以喺呢個殘酷嘅世界入面攞返你應得嘅尊嚴。我成日都話人最慘嘅唔係老，而係老咗之後先發現你快樂嘅泉源全部要靠人哋施捨。如果你嘅快樂要靠人哋施捨，你活到100歲都係受罪。你呢個後生嗰陣死捱爛捱，供書教學買樓買車，你以為你儲落嘅係福氣，其實你儲落嘅只係一張人情債單。你覺得係仔女欠你，你覺得社會欠你，你覺得個天欠你，但債主係唔會開心嘅。債主永遠在等還錢，等還錢嘅日子點會好過？你望下自己塊面，你對上一次真係笑到見牙唔見眼係幾時？你對上一次覺得今日真係好過癮又係幾時？你捱足大半世為咩？為咗老咗之後喺凌晨3點對住天花板數裂紋。好，我哋逐個神話拆穿。你諗下，點解咁多人將仔女屋企當成最後歸宿？因為我哋呢代人有個好大嘅心魔，叫做責任。我哋覺得我哋湊大佢，佢就應該養我哋老。我哋覺得一家人齊齊整整就係最大嘅福氣。但呢種福氣係建基於一個好脆弱嘅前提之上，你嘅仔女要有能力、有時間、有空間、有耐性，仲要有一個同樣有咁好修養嘅伴侶。你試下將呢5個條件擺喺你個仔或者你個女身上，你數下佢哋中幾多樣？而家嘅後生供樓供到氣咳，返工返到懷疑人生。自己湊自己嗰件細路都湊到就快跳樓，你突然間搬入去，你以為你係去做太上皇，其實你係去做免費補習老師、高級家務助理同埋情感垃圾桶。你做得多，佢哋嫌你煩；你做得少，佢哋話你大爺。你管佢哋點教仔，佢哋話你老古董。你唔出聲，佢哋話你冷暴力。你點做都係錯，因為你根本唔應該喺嗰度出現。你以為一盅兩件嘅早晨係溫馨？你以為幫手湊孫係天倫？你以為一家人圍埋食飯就係幸福？我話你知，呢啲畫面全部都係假日限定。禮拜日、年初一、中秋節嗰啲叫表演時段。其餘嗰300幾日，你面對嘅係就快遲到嘅黑面，唔好阻住我睇手機嘅敷衍，同埋今晚唔返嚟食飯嘅短信。你望住佢哋，你心入面問自己：我養大佢，
就係為咗今日睇佢面色。你試過幾多錯？好心煲咗湯，諗住俾佢哋返工飲，結果佢哋話今晚約咗人唔返嚟食。你試過幾多次想同佢哋傾下閒偈，結果佢哋雙眼未離開過手機螢幕，淨係感應你。你試過幾多次你想幫手洗碗，結果佢哋話你放低啦，等陣我洗。但語氣入面嗰種你唔好搞亂檔嘅嫌棄，你聽唔出咩？呢種叫做相見好同住難，呢種簡直就係萬聖靈詞。仔女嘅愛係真嘅，但你千祈唔好考驗人性。人性就係當一個人自己都顧唔掂嘅時候，佢好難再顧多一個人。你將自己嘅晚年寄託喺一個自身難保嘅人身上，你唔係揾歸宿，你係揾麻煩。真正嘅愛係要識得放手同放過，放過佢哋，等佢哋過自己嘅生活，放過自己，等自己唔使睇人面色。呢個唔係絕情，呢個係叫做清醒。你諗下，如果你個仔今日失業，或者佢同老婆嘈交，或者佢個細路發高燒，你覺得佢仲有幾多心力去理你？你唔好怪佢，因為佢都係人，佢都係有限嘅。你將自己嘅晚年壓喺佢身上，佢辛苦你都辛苦。不如大家退一步，你揾你嘅路，佢行佢嘅橋，大家見面嗰陣仲有笑有講，好過日日困埋一齊互相折磨。好，你可能會話，咁我唔去仔女屋企，我去安老院咯。我俾錢㗎嘛，我係消費者啊嘛。錯，大錯特錯。你去安老院，無論你間房有幾大，無論個海景有幾靚，無論佢個餐單有幾豐富，只要你係被送入去嗰個，你已經輸咗。你輸咗你對自己生命嘅解釋權。咩叫做解釋權？即係你幾時起身，幾時食飯，幾時沖涼，幾時可以出街，幾時可以見邊個？呢啲嘢唔係你話事，係院規話事，係人手話事。佢哋嘅服務係專業嘅，但專業嘅同義詞就係無情。佢哋會準時俾藥你食，但係唔會理你食完之後有無心慌。佢哋會幫你沖涼，但係唔會理你覺得凍唔凍。佢哋會叫你做伯伯婆婆，但其實你只係佢哋更表上嘅一個任務。你以為你用錢買到尊嚴，喺嗰種環境之下，你買到嘅只係生存，買唔到生活。你嘅靈魂會喺嗰種日復一日嘅規律同寂靜入面慢慢凋零。你見過安老院窗邊嗰啲望住條街發呆嘅眼神？冇你見過食飯嗰陣，啲老人家一啖一啖慢慢吞，因為佢哋知食完呢餐，下餐又要等6個鐘。你見過佢哋望住日曆數，仲有幾多日先到探訪嗰日？嗰種眼神同監獄入面嘅囚犯一啲分別都冇。我講得再難聽啲，安老院嘅運作模式就係一個利潤最大化嘅生意。佢哋要喺有限嘅人手同空間入面塞最多嘅老人，佢哋要節省成本，就要將所有嘢標準化。幾點起身，幾點食飯，幾點沖涼，幾點瞓覺，全部劃一。你爭意食軟飯，對唔住，今日個個都食硬飯。你想晏啲沖涼唔得，因為護士更表排好咗。你想出街行下，要申請，要等義工，要等天氣，要等人手。你嘅每一個意願都要經過審批。你仲係一個自由嘅人咩？咁究竟點算？老咗唔通真係要等死？當然唔係。所以我先至要同你講，真正嘅歸宿係要你自己導演出嚟嘅，唔係人哋施捨嘅。你知唔知我點解成日喺度讚蔡瀾？
唔係因為佢食過幾多好嘢，唔係因為佢寫過幾多書，而係因為佢真正示範咗一個人點樣喺晚年用最不孝、最離經叛道嘅方式拎返自己嘅主權。2023年，蔡瀾嘅太太意外離世，佢自己為咗救太太，跌斷咗股頸骨，要坐輪椅。呢個時候正常嘅老人家會點會喊？會覺得世界末日，會諗死啦，冇人照顧我啦，我係咪要搬去同個仔住？我係咪要入老人院？蔡瀾點做？佢做咗一個香港社會認為嘅大逆不道嘅決定。佢將九龍塘愛濱花園間豪宅賣咗，套現3千200萬。佢將幾十年嚟收藏嘅字畫、古董書籍全部送晒俾人。佢只係留低咗一餅當年賣8蚊，而家升值到萬幾蚊嘅普洱茶，留俾自己慢慢嘆。然後呢，佢冇去仔女屋企，佢根本冇仔女，佢都冇去安老院，佢搬咗去尖沙咀嗰間貴麗酒店，住喺一間望到成個維港嘅海景套房。佢請咗一個8人團隊嚟服侍佢。呢8個人包括乜嘢人？有秘書，有助手，有司機，有護士，有印尼傭人。佢自己講，平時我有秘書，我哋助手，早上有護理姑娘，還有2母女係印尼傭人，共有5位。晚上多2位護理，一共7位，加上司機8位。每個月使幾多錢？最少50萬。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諗，哇！蔡瀾有錢啫，我點同佢比啊？你錯，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呢個係思維嘅問題。即係蔡瀾嘅思維叫做外判養老。你搞清楚個邏輯。如果你住喺仔女屋企，仔女湊你，呢個叫負擔。佢哋係因為孝道，因為責任，因為唔想俾人話而湊你。你呢種關係充滿住內疚、委屈同埋計算。你病咗，佢哋要請假，佢哋會覺得你好麻煩。你無聊想揾人傾偈，佢哋會覺得你好黐身。你睇下，佢哋塊面你心都淡。但如果你好似蔡瀾咁，你請一個專業團隊返嚟，呢個叫生意。生意嘅好處係乜嘢？就係專業同體面。你俾咗錢，你就係永遠嘅主人。佢哋冇血緣關係，佢哋同你冇血緣關係，但係正因為冇血緣關係，佢哋先至會同你保持嗰種恰到好處嘅距離同尊重。你病咗，護士會準時出現，因為佢嘅職責就係咁。你悶悶地，秘書會幫你安排行程，因為佢嘅工作就係咁。佢哋唔會嫌你煩。因為嫌你煩，佢哋就會冇咗份工。呢種專業關係反而係最純粹、最舒服嘅。你唔使睇人面色，你唔使驚打擾人，你只需要享受你俾錢買返嚟嘅服務。蔡瀾曾經講過一句說話，我認為係所有老人家嘅聖經。佢話：精神上嘅健康比一切都重要。到咗這個階段，一定辛苦嘅事，我不會也不肯去做。你明唔明呢句說話有幾犀利？佢唔係話我唔做辛苦嘢，佢係話我唔會，亦都唔肯去做。呢個唔肯就係一種主動嘅選擇，一種對自己尊嚴嘅捍衛。佢唔肯將自己嘅晚年交俾一個會令佢辛苦嘅環境，佢唔肯為咗節省少少錢而去忍受嗰種寄人籬下嘅卑微。而家好多老人家死慳死抵，為咩？為咗留間屋俾仔女，為咗留啲錢俾孫。但你有冇諗過，你嗰層樓係用嚟住嘅，定係用嚟守嘅？你守到最後守嚟做乜？守到你自己行動不便嗰陣，你間豪宅對你嚟講，同一個籠有咩分別？蔡瀾話齋，年紀大你最好有現金傍身，你層樓係死資產，
你住喺入面，佢只係四面牆，但你將佢賣咗，我就將啲錢攞出嚟使，佢就會變成你每日起身見到嘅維港海景，變成你身邊隨傳隨到嘅專業看護，變成你餐台上嘅一盅兩件，變成你床頭嗰杯永遠有人幫你斟嘅熱茶。呢種先至叫做對生命嘅致敬。但講完錢，講完外判養老，你可能會問：咁我冇蔡瀾咁有錢點算？我間屋仔值幾百萬，賣咗都未必夠我住10年酒店。講得啱。如果你只係將目光放喺酒店同團隊呢種硬件上面，你嘅思維仲係停留喺消費層面。真正嘅歸宿唔係一個地方，而係一種狀態。所以我要同你講第二個歸宿。呢個歸宿唔使你有幾千萬，但需要你有比錢更珍貴嘅嘢，興致。你以為我講緊嘅係興趣班，係學嘢？錯晒。我講嘅玩物養志，係將你嘅精神世界打造成一個死神都揾你唔到嘅堡壘。你諗下，點解一個人老咗會咁驚？驚嘅嘢好具體。驚病、驚死、驚悶、驚冇人理，但呢啲驚嘅嘢全部都係指向身體同社交。身體會衰退，社交會疏離，呢兩樣嘢係必然嘅，你冇得拗。但有一樣嘢，只要你有方法，佢唔單止唔會衰退，仲會隨住時間越嚟越順口，就係你同自己相處嘅能力，你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心。蔡瀾80幾歲，坐輪椅行動唔方便。你估佢日日望住嗰個海發牛欄，佢玩手機玩得叻過你，佢覆 WhatsApp 快過你秘書，佢研究邊度嘅普洱有漿香同蘭香嘅分別，佢同人討論邊間酒店嘅叉燒包嘅皮係用老種發酵。佢嘅世界冇因為佢行唔到而變窄，反而因為佢嘅興致而變到無邊無際。佢仲會同後生仔傾偈，講邊度嘅雲南火腿好，邊間嘅法國生蠔最新鮮。佢嘅腦入面冇退休呢兩個字，只有下一個目標。佢曾經講過，佢嘅死前必吃清單唔係為咗炫耀，而係為咗令自己日日都有盼望。佢話今日食唔到，聽日食；聽日食唔到，後日食。總之你有個目標，你就唔會覺得日子難過。呢種心態就係將興致變成生存嘅燃料。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精神主場。你身體困住咗，但你嘅靈魂可以隨時去旅行。你寫一首靚字，你臨摹蘭亭序，你嘅心神就去咗東晉嗰場曲水流觴。你研究維也納咖啡同埃塞俄比亞咖啡嘅酸度分別，你嘅味蕾就喺非洲同歐洲之間遊走。你學用 AI， 你叫 ChatGPT 幫你寫一首打油詩，你嘅腦袋就進入咗一個新嘅時代。你邊度都唔使去，你邊度都唔使去，但你又好似去勻晒全世界。你唔使買機票，唔使搞簽證，你只要有一張書枱、一支筆、一個 app， 你就可以環遊世界。你中意種花，你研究點樣將一盆蘭花種到開花。你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係睇下佢有冇新芽。你嘅注意力就由今日腰骨痛唔痛，轉移到盆花係咪要轉盤。你趁意煮嘢食，你研究點樣將一味家常菜煮出餐廳水準。你試勻各款醬油，你比較邊隻蠔油最鮮。你嘅味覺就成為你嘅導航。你嘅世界就係由你呢啲興致砌出嚟嘅。佢大到冇邊際，密到冇窿罅，任何孤獨無聊、恐懼都入唔到嚟。點解咁多老人家一退休就急速衰老？因為佢哋嘅興致斷咗。以前返工有同事同你鬥氣，有老細俾你鬧，有目標要追，
一退休乜都冇晒。佢哋嘅精神世界突然由一個繁華嘅城市變成一個荒蕪嘅沙漠。佢哋將所有注意力放喺仔女身上，放喺血壓計上面，放喺今日又腰骨痛上面。你日日同自己講：我老啦，我唔掂啦。你身體就聽你支笛，真係唔掂俾你睇。但如果你好似蔡瀾咁，將所有精力放喺玩上面，你研究點樣將嗰煲番茄大蛋花湯煲到有鑊氣之餘仲有層次，你研究點樣用一支毛筆寫出似枯藤又似老樹嘅線條，你嘅大腦就會持續放電，你嘅多巴胺就會持續分泌。你邊度得閒諗自己老唔老？你邊度得閒？你隔離屋個陳師奶有冇打電話俾你？你自己玩都玩唔切。你知唔知點解後生仔鍾意揾蔡瀾？唔係因為佢年紀大，係因為佢有趣。佢嘅有趣就係源自佢對呢個世界永不熄滅嘅好奇。一個人只要有趣，佢就唔會老。一個有趣嘅人，佢住喺邊度就係佢嘅歸宿。你諗下，一個學富五車、滿肚古仔、識飲識食嘅老人家，邊個唔鍾意黐埋去？佢唔使求人陪，大把人爭住想陪佢。呢種吸引力唔係錢買得到，係用你一世嘅修養同興趣浸出嚟嘅。所以你嘅歸宿應該係你書房嗰張寫字台，應該係你廚房嗰個瓦煲，應該係你手機入面嗰個電子書 app。你將自己嘅精神世界建築到一個堅離地嘅高度，紅塵俗世嘅煩惱、仔女嘅面色、安老院嘅死寂，根本就攻唔到你入面。你呢個堡壘冇鎖匙冇密碼，只有你嘅興致先開到門。好啦，講完點樣入，跟住我要講一個更難嘅課題，點樣出？呢個出就係指斷捨離，但係唔係市面上嗰種掉垃圾咁簡單。我講嘅係資產清零同靈魂清醒嘅同步進行。蔡瀾近期做咗一件好轟動嘅事，佢將自己幾十年嚟嘅收藏，包括書法、字畫、古玩、藏書，幾乎全部送晒俾人，清到一滴乾二淨。有人問佢心唔心痛，佢話唔痛，因為我玩過啦，我擁有過嗰種快樂就已經足夠。嗰件物件嘅使命完成咗，我唔需要再攬住佢。你聽下呢句說話有幾型？我哋華人社會有個陋習，就係覺得留住就係擁有，留住間屋，留住啲金器，留住啲相，留住啲衫，留到最後你走咗，留低一屋垃圾俾仔女諗辦法處理。你知唔知而家後生最怕乜嘢？最怕就係阿爸阿媽走嗰陣，留低成千呢嘅雜物，要佢哋慢慢掉。掉又唔係，唔掉又冇位。呢種遺產其實係遺禍。真正嘅瀟灑係好似蔡瀾咁，親手清空自己嘅人生，將啲嘢送俾真正從意嘅人，將啲錢變成自己最後幾年嘅優質服務。佢唔留低一幅畫俾個女，因為佢知個女可能根本唔識欣賞。佢將嗰幅畫賣咗，變成請護士嘅費用，等個女唔使煩惱幅畫擺喺邊，而只需要記得老豆生前好瀟灑。呢種清零唔係代表你乜都冇，而係代表你將所有嘢都轉化成我哋生命最後階段嘅體驗。你死慳死抵，慳到最後嗰啖氣，然後留低一筆錢俾仔女。佢哋可能會多謝你，但佢哋更加可能會用筆錢去換車換樓，然後偶爾諗起阿爸如果喺生見到呢架車都開心。但如果你好似蔡瀾咁，將筆錢用喺自己身上，請司機請護士，日日對住維港食鮑魚，
你個仔打電話嚟，你同佢講：我而家喺酒店好嘆，你唔使擔心我。你個仔收咗線，佢心入面嗰種安心同敬佩，遠遠大過你留間屋俾佢。你留低嘅唔係一個責任，而係一個傳說，一個我阿爸真係好型嘅傳說。呢種遺產先至係無價。你可能會問：斷捨離咁難，我點開始？我教你一個方法。你今日打開你嘅衣櫃，揀3件你超過3年冇着過嘅衫，將佢哋包好捐出去。你唔使一次過清空間屋，你只需要每日清走1件你唔再需要嘅嘢。1個月之後，你就有30件嘢離開咗你。你會發現你唔單止冇損失，你仲覺得輕咗，因為每一件你留低嘅嘢其實都係一個負擔。你留住佢，你就要記住佢嘅存在，你就要揾位擺佢，你就要喺搬屋嘅時候諗佢點處理。呢啲精神負擔加加埋埋就係你覺得心煩嘅來源。你清走1件你就輕鬆1分，清到最後你會發現你真正需要嘅嘢好少，你剩低嘅就係你真正在意、真正有用嘅嘢。呢個過程就係將你嘅歸宿由外物轉移到你自己身上。所以你問我老咗最好嘅歸宿喺邊度？我會答你，最好嘅歸宿係一個你俾得起錢又唔使睇人面色嘅專業空間。最好嘅歸宿係一個你醉心其中，連病痛都忘記晒嘅精神世界。最好嘅歸宿係一個你親手清理乾淨、冇牽冇掛嘅灑脫心境。呢3樣嘢，除咗第1樣要少少錢，後面嗰2樣全部係你由今日開始就可以練嘅功夫。你唔使等到7老80，你而家60歲，你而家50歲，你而家甚至40歲，你就可以開始儲精神本錢，你就可以開始練習斷捨離。你要記住，你嘅人生由你出世嗰日開始就係你嘅。你對得起阿爸阿媽，對得起仔女，對得起份工，對得起社會，你已經還晒所有債。最後呢段路，你唯一需要對得住嘅就係你自己。我講多一個故事俾你聽。我識得一個70歲嘅阿伯，佢老婆走咗之後，佢將層樓賣咗，搬咗去一間服務式住宅。佢每個月使2萬蚊，包食包住包打掃。佢個仔一開始好反對，話你咁樣好嘥錢，不如搬嚟同我住。阿伯同個仔講：我搬去你嗰度，你老婆唔開心，你唔開心我都唔開心。我而家用自己嘅錢買自己嘅開心，有咩唔好？個仔冇再出聲。2年之後，個仔同阿伯講：阿爸，我而家先明你。你每個禮拜見我一次，我哋食飯傾偈，冇壓力，反而仲親切過以前。呢個阿伯就係用行動證明咗，歸宿唔係一間屋，而係一個大家舒服嘅距離。如果你聽完呢番說話，覺得個心定咗少少，覺得後半世終於揾到個避風塘，請你一定要訂閱支持我哋活得通透。我哋呢度唔賣雞湯，唔賣假希望，只係一班想老得有型、活得精彩嘅老友記，圍埋一齊講真話。我哋而家衝刺緊1萬訂閱，需要你哋呢群清醒嘅靈魂一齊壯大呢個圈子。點個讚，分享俾你嗰啲仲喺度死慳死抵，仲喺度同仔女糾纏，仲諗緊入唔入老人院嘅老友，同佢講人生好短，與其坐喺度等運到，不如我哋一齊玩得盡興啲。你今日開始試下做一件你後生嗰陣想做但唔敢做嘅事，唔使，但好簡單，
去學沖一匙靚茶，去買一支你細個好想買嘅毛筆，去上網 search 下咩係 AI 繪圖。你每做一件呢種無聊但開心嘅事，你就喺你嘅精神主場起多一塊磚，起得多，你就會發現你根本唔再需要向外求一個歸宿，因為你自己就係一個最堅固、最華麗嘅歸宿。各位老友記，今晚瞓覺之前望下你個天花板，然後同自己講：呢塊天花板絕對唔會係我人生最後見到嘅風景。你要信自己，你要信你嘅興致，你要信你嘅主權。你活咗大半世，你乜嘢風浪未見過？你捱過97，捱過沙士，捱過金融風暴，捱過呢幾年嘅疫情。你連咁大嘅難關都過到，點解會過唔到自己呢關？你只係需要一個決定將自己放喺第一位。呢個決定冇人幫到你，但只要你肯行出第一步，之後嘅路就會越嚟越闊。路唔係一種懲罰，路係一種特權，唔係人人都有機會老。你有機會老，證明你已經贏咗好多人。既然贏咗，就唔好將個獎杯拱手讓人。你嘅晚年應該由你話事，你嘅歸宿應該由你設計，你嘅快樂應該由你製造。記住，你唔係一件行李，唔係一個負擔，唔係一個偏好。你係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有笑有淚、有過去有將來嘅人。你嘅將來就喺你手上面，而家你仲坐喺度等咩？去斟杯水飲啦！今次大大聲斟，唔使就住，因為呢杯水係你嘅，呢間屋就算唔係你嘅，你嘅人生都一定係你嘅。